镜周刊报道，来自马来西亚的张雨晨，在音乐这条路上跌跌撞撞，如今终于如愿推出新专辑《黑与白》。他感叹，第一次有作品，真的不简单。在镜头前，他笑容满意，但聊起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，却都是黑历史。因爸爸是赌徒，不时有债主上门讨债，妈妈必须到红包场卖唱养家。由于家贫，总遭邻居闲言闲语、同学霸凌，童年的回忆全是噩梦。为了一圆歌手梦，张雨晨从马来西亚、美国、香港、韩国到新加坡等地不停寻求机会，最后在台湾遇上伯乐，终于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他说：“这一路走来，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为了讨好别人，我迷失了很久，找不回自己。唯一让我撑下去的，就只有在舞台上唱歌时，我才能找到我自己。”提起儿时成长历程，他表示爸爸从不工作，天天沉溺于赌博中。妈妈怕债主登门，家里24小时都拉上窗帘，大门深锁，3不5时就因缴不出房租而搬家。最穷时，曾一家人合吃一条吐司度过3天，也常吃一小碗清粥配咸鱼、咸蛋度日，十分困窘。直到10岁时，父母离婚，妈妈一肩扛起养家重任，到红包场唱歌赚钱。但当年民风保守，妈妈被当成不正经的女人，邻居总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。就连到了学校，张雨晨也遭同学恶整，不但把他的课本撕掉，也曾被脱掉上衣，绑在篮球架任人讪笑。老师竟对此视而不见，他整个人活在黑暗中，坦诚常有想不开的时候。但16岁时，他到钢琴店打工，学习词曲创作。在音乐的世界，他把心里的黑暗面谱成歌曲，慢慢累积了上百首的创作。18岁时，他到处投稿，却总被嫌弃不会唱歌、不会创作、脸蛋不行。虽然如此，他没放弃过。2015年，张雨晨来到台湾，原本要发行专辑，没料到唱片公司的资金被卷走，与出道只差临门一脚，却又没了，让他得了严重忧郁症，以为全世界都遗弃他。他一个人躲在厕所，开着莲蓬头大哭，长达1年多，每天都要吃4至8颗安眠药。他说：“我想唱歌，却没地方可唱，真的很郁卒。”延伸阅读。